来，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到云林去参加着推广油的记者会，针对这个食料署讲含猪油的散装品唔免标示产地，陈吉仲亲身回应。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去云林参加油的推广活动，进入一名卫福部食料署预告散装食品标示规定第5点修正草案，其中原料有猪油的散装食品唔免写原产地，这有民众的烦恼讲会去食到有3肉种的美国猪肉。明年1月1号开始来执行，所以我们还有将近3个半月的时间呢，就是要来把这一些的配套措施，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清楚标示，完全的做好。那只要有 任何的疑虑，我们非常欢迎所有的任何消费者团体，我们的产业界随时提供给农委会或者卫福部，我们会做第一时间的修正。陈吉仲讲会做好标示，希望民众唔免烦恼。但过有未少南洋执政的地方政府，像台中市彰化县到云林县，拢坚持讲猪肉袂使有3肉种。 我们要坚持瘦肉精零检出，因为不能走回头路，祭出最高罚则6万到2亿，然后只要做好清楚标示呢，提供多的一个给消费者选择，那我想很多的食安的疑虑就会在大幅度的降低。 虽然地方中央无共调，不过陈吉仲讲会继续沟通协调，做伙来顾民众食的健康。